係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Dexter，好開心咧喺呢個空中同大家見面啊！今日咧我同 Doctor Red 我拍檔咧，亦都係我師傅咧，係同大家分享下咧，今次 Doctor Red 咧會喺香港過嚟咧，我一齊喺溫哥華啦、多倫多啦，咁啊仲有 Montreal 啦，都會搞一系列嘅大家可以有機會互動嘅工作坊嘅。或者我哋講嗯，下嗰個緣起啊，點解會有呢次咁嘅旅程啦嚇？其實簡單就係因為我自己咧就嚟咗溫哥華5年啦嚇，都算係一個新移民啦。咁呢5年裏邊咧，見到好多不論係第一代或者第二代，甚至乎第三代嘅喺加拿大嘅華人咧，都面對好多挑戰嘅。新移民唔使講啦，佢一定要面對好多壓力啦，係嘛？即係要適應新嘅環境啦，要揾工啦。咁兩夫妻或者一個家庭嚟到咧。由於個新環境、好多新嘅壓力咧，中間嘅溝通啊、互動啦，都好多挑戰嘅。啊，就嚟咗嘅第一代咧，亦都係年紀大啦，開始係咪啊？即係好似我呢咁六十幾歲甚至乎更大嘅咧。咁由於個家庭嘅變遷咧，可能好多孤獨感啊，同仔女嘅溝通啊，亦都可能好多嘅挑戰嘅。咁所以我哋有見及此咧，既然 Doctor Red 喺香港嚟到，Doctor Red 係一個即係正念教練嘅專家，咁我哋依家再請佢再介紹多啲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啲課程咧，可以幫到加拿大嘅華人甚至乎係美國嘅華人，我哋啲觀眾喺美國嘅。咁Doctor Red 嗰個資歷咧，陣間我就聽佢講下啦。我講下我自己先啦。我本身係喺香港廿幾年咧，都係做企業培訓師嘅。10年前咧開始喺自在社咧，跟阿 Doctor Red 咧就學正念教練學。咁呢10年咧做好多嘅義工啦，亦都好多嘅工作機會咧，去了解唔同人嘅挑戰咧。咁所以今次希望咧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。不如交俾 Doctor Red 介紹下自己啊。好啊，好感恩啦，今次可以嚟到溫哥華啦，仲有加拿大其他幾個城市咧，去同大家分享生命成長嘅一啲嘅學習啦，特別係運用咧正念教練學啦，仲有就係可能量子科學啊、大腦科學呢方面嘅理論咧，去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對自己嘅認知，更加重要嘅點樣去建立好更幸福愉快嘅人生，同埋喺我哋嘅家庭入邊咧，能夠有更多嘅和諧幸福嘅。咁我自己本身咧係喺移民家庭長大啦，咁我嘅父母係印尼華僑，我喺大陸出世，跟住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好多年，咁然後咧我亦都去咗英國咧去讀書啦，喺牛津大學咧係用全獎學金咧讀咗個博士學位嘅，咁所以咧係受過好多嘅教育，同時咧我發現我仍然有一啲生命嘅課題咧。係淨係知識係解決唔到，於是我就走去學習教練學啦，亦都學習咗好多咧關於療愈身心健康嘅一啲嘅心法同埋一啲嘅工具。過去16年咧都係從事呢一方面嘅工作，我特別渴望可以支持到咧係華人嘅家庭去處理翻關係層面嘅嘢，可能係親子關係啦，可能係夫妻關係啦，可能係隔代嘅關係，尤其喺移民家庭入邊咧。基於我哋嘅嗰個即係連根拔起啊嚇，離開咗本身嘅文化土壤，去到一個新嘅異鄉嘅環境入邊，點樣去揾翻自己嘅價值？點樣同我哋嘅屋企人能夠真係去發揮我哋生命嘅潛力，揾到唔單止係個人層面，甚至家庭層面咧更大嘅福氣咧？咁呢度就牽涉好多係關係入邊嘅，要學溝通啦，要學自我嘅覺察啦。然後咧要揾到自己人生嘅定位啦，各方面。咁今次咧7月12號、13號咧，Dexter 同阿 Red 咧就精心為大家安排咗4場嘅工作坊，分別喺朝頭早同埋下晝嘅。咁每一場工作坊都係3個鐘頭，每一場工作坊嘅題目咧，都係精心思考過啦，同埋我哋會係真係會善用嗰個時間咧，同各位互動。我哋唔係淨係話去分享知識，更加重要嘅，我哋想透過一啲互動啊、體驗式嘅學習咧，大家能夠經歷一個內在嘅自我療愈嘅旅程。甚至乎學到一啲嘅溝通啊，認識自己嘅法門、方法、工具之後咧，以後都可以用喺生活入邊，係可以繼續去受用，亦都可以分享俾自己屋企人嘅。咁所所以以咧，就不如係 所以 Dexter。呢兩日咧對大家嚟講咧，會係一個好似播種咁啊，播粒種子落去。嗯，
咁當中咧亦都會有一啲關於我哋嘅mindset 咧，我哋嘅即係對於思想嘅概念啊，係應該點樣先會幫到我哋咧？點先可以有更加幸福嘅生活？亦都有啲工具咧，一啲技巧同大家分享啦，亦都有機會俾大家練嗯，習，係好互動式嘅。咁我幾廿年冇錯。嘅培訓咧，都係中意啲互動式嘅分享嘅。咁所以你嚟到咧，一係啊。定係唔會悶嘅。冇錯，Dexter 同阿 Red 咧，我哋都好強調咧，學習係要有互動啦，係 experiential 啦，而且咧係持續到嘅 sustainable 噶嚇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嚟參與咧，可以帶着一個開放嘅態度啦。我相信大家會感受到咧係一個好 empowering 嘅學習嘅氣氛，然後咧意想不到咧。咁樣亦都可以相對咧輕鬆地咧去增加對自己嘅了解，令到自己更有力量嘅。咁不如咧，Dexter，我哋稍為講講4場工作坊嘅題目同埋好啊，簡單嘅內容，好嘛？唔該你。咁我講先啦。7月12號咧，朝頭早嗰場咧10點鐘開始嘅。咁我哋咧就係會探索咧正念同埋腦神經嘅可塑性，點樣去重塑我哋嘅思維同埋行為喎。咁基於乜嘢我哋要去重塑我哋嘅思維同埋行為咧，Dexter？人嘅思維咧係決定咗我哋嘅行為咧，我哋嘅生活咧，甚至乎我哋嘅生命嘅將來係嗯，點樣嘅？我哋話思想決定命運，咁思想點嚟係，咧？就由腦開始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好好啊嗯，Doctor Red 咧就最近去咗Joe Dispenza 一個好世界知名嘅心理學家啊，嗯，係啦，佢腦神經科學家係，係啦，咁咧就會翻嚟咧同我哋分享。咁之前咧我哋嗯都聽過 Doctor Red 嘅講過一系列嘅課程咧，我覺得都對大家都好大幫助啊。咁所以今次咧嗯。好難得邀請到阿 Doctor Red 咧由香港特登飛過嚟咧呢個加拿大之旅咧去同大家分享。係係啦，咁咧而7月12號嘅下晝2點半到5點半咧，係另外3個鐘頭嘅學習。咁咧，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華人家庭嘅情緒地圖同埋溝通模式嘅剖析喎。所以咧，我哋係想咧去聚焦睇翻華人家庭入邊嘅情緒。有啲咩嘅模式咧？有啲咩常見嘅特色咧？然後咧，因此會有一啲常見嘅挑戰，可能係一啲嘅痛點，可能係一啲盲點。然後咧，我哋值得去學習點樣有效溝通，令到我哋可能可以轉化我哋嘅情緒啦，提升我哋嘅關係嘅。咁所以呢一個題目咧，如果你對於關係啊，對於家庭係感興趣，或者自己有一啲嘅事情想處理，想覺察多啲咧，就特別適合嚟參加呢一個工作坊啦。係啦，咁跟住落嚟啦，係請講我哋今日周華山，Tessa。博士同埋 Doctor Red 成日都講咧，話人世間問題咧，大部分9成9咧都係關係問題。關係嗯，問題咧嘅根源咧都係信任問題，而好多時信係任問題咧係來源於咩咧？係因為我哋個溝通問題。咁所以今次呢係，個工作坊咧都係由溝通我哋嘅嗯。關係信任嗰邊開始嘅。冇錯冇錯，係啊。咁咧至於咧第二日啦，7月13號咧，我哋朝頭早嘅工作坊咧，係教大家點樣去做一個由出世已經做緊，同時未必做得好好嘅一個維繫生命嘅一個方法，就係呼吸。係啦，我哋要學呼吸。咁呢個題目叫做靜心呼吸同埋情緒調節啦。我哋點樣重拾內在嘅平衡？咁我講少少咧，呢個題目咧係我哋特登揀嚟同大家分享咧，因為透過呼吸，我哋可以直接提升我哋整個身心嘅健康水平，係有大量嘅科學嘅研究啦，同埋實證咧，話俾我哋聽咧，做 meditation 啊或者 mindful practice 啦。即係話有意識嘅呼吸，去令到我哋能夠處理到我哋內在嘅情緒啦，我哋嘅一啲嘅心結啦，然後咧甚至乎咧能夠轉化我哋身體嘅狀態嚇。咁入邊係有好多科學嘅驗證，原來我哋咧透過改善呼吸可以改善身心嘅健康，亦都間接咧改善埋我哋外在嘅成果，譬如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，我哋咧吸引財富嘅能力。咁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咧，
學識咗呼吸帶俾我哋嘅好處。咁呢一堂咧係好值得大家嚟嘅，係7月13號嘅朝頭早啦。咁正話 Dessa，我想係 Doctor White 就講咗，即係從科學嘅觀點去睇咧，佢講到好多嘅即係證明啦，而我就係人證。因為咧自從學咗呢個呼吸方法之後咧，簡單講啦，我嘅血壓，我之前係即係而家都仲有啊，係血壓高嘅。但係如果我哋做呢個靜心咧，我血壓咧可以上壓可以降30度最高，下壓可以降哇，即係10幾度。而事實上，人生咧好重要就係對人生嗰個睇法清唔清晰咧？對事情問題嘅即係嗰個要訣喺邊度咧？關鍵位喺邊度咧？咁透過靜心咧，係真係咧，我哋話英文叫 clarity，對所有嘅嘢咧係清嗯晰好多，心同嗯。埋智慧嘅連結就透過靜心咧就可以做到啦。咁所以咧，真係大家一定要嚟呢個課程去嘗試一下，睇下對你有咩幫助。冇錯冇錯，係即係學識一個小技巧咧，一生都可以徹底改變嚇。咁期待喺7月13號朝頭早咧大家嚟參與呢個靜心呼吸同埋情緒調節嘅工作坊。而當日嘅下晝咧2點半到5點半咧，我哋有第4場嘅工作坊啦。咁呢一場工作坊嘅題目咧就係跨世代文化轉換與家庭解決方案。咁我哋再一次翻嚟咧。係面對翻家庭呢個問題啦，或者呢個課題啦，每個人都係嚟自一個家庭嘅。咁喺我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，可能會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咗，譬如我哋會有意無意複製咗父母嘅思想啦，佢哋嘅嗰個思維嘅系統啦、信念啦，複製咗佢哋嘅情緒嘅模式啦，譬如特別唔容易表達嘅，收埋自己嘅被動嘅，或者特別容易發脾氣嘅，好容易就指責其他人，覺得人哋好有問題好多 judgment 嘅。咁其實咧，每一個家庭都有佢嘅特色啦，有佢嘅嗰個文化傳承啦。咁我哋好值得咧係了解多啲。咁而呢一個工作坊咧，我哋特別係想將咧跨代嘅問題擺落去即係尤其係移民家庭，可能第一代仲係對咧原生嘅文化咧係有好多嘅認識啦，甚至乎咧好多嘅堅持啦。咁同時咧，第2代、第3代嘅移民咧，已經係融入咗新嘅文化入邊咧，咁就會產生一啲矛盾衝突。咁渴望咧呢個工作坊可以帶俾我哋更多嘅探索啦，同埋揾更多嘅解決方案嘅。Desta 係咪咁啊？係啊，頭先多位講咧，有啲人好多 judgment 好容易指責人哋咧。我前半生就係咁啦，我正正就係呢個咁嘅人。我自己後生嗰陣嗰僆仔嗰陣咧，同爸爸我即係過咗身爸爸咧，好多代溝啊，溝通上好多問題，好多個即係可能爭執啊、摩擦啊咁。到我生咗個仔，我仔而家27歲咧，呢廿幾年咧都好多學習，真係咧做爹哋咧係唔容易嘅。正如即係頭先多位講啦，所謂跨世代，尤其是我哋呢代同埋到而家嘅，即係我仔係所謂90後啦。當然而家再做 generation Z 啦嚇，其實嗰個分別咧係好大嘅，因為我爸嗰代咧係連即係好簡單 fax 機都未有嘅，到我後生就開始有 fax 機，相信大家都有啲經歷啊。如果你同我咁上一年紀嘅話，到而家咧後來中間有電腦 internet 嘅時代咧，而家去到 AI 時代，其實幾代嘅人嘅思想模式啊，佢嘅運作啊，佢經驗都好唔同。由於呢啲咁大嘅分別咧，係溝通之間好容易有好多代溝啊，好多即係溝通上嘅困難，而導致咧好多嘅摩擦。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嘅分享咧，可以大家了解多啲有少少嘅即係放啲種子咧，究竟可以點樣處理咧？當然3個小時唔可以解決晒大家所有問題，冇可能嘅。同時間每一件事情要解決都有個起步點。我相信呢個課程咧，或者呢個工作坊咧，對大家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起步點嚟嘅。係啊，我哋特別歡迎啦，家長啦、成年嘅仔女啦，或者係照顧者啊、社福界、教育界、健康行業嘅專業人士咧，都嚟參與嘅。我哋係會結合咧一啲嘅
少少嘅理論啦，更多嘅係一啲嘅實踐啦，更多嘅係一啲體驗啦，讓我哋真係可以咧由自己開始提升自己內在生命嘅力量，可能係去轉化一啲內在嘅心結，令到我哋咧係更加能夠吸引到咧幸福嘅關係啊，同埋豐盛嘅人生，亦都藉此咧造福埋我哋自己嘅屋企嘅。咁所以期待喺7月12、13號啦，見到大家，歡迎大家咧係入去我哋嘅嗰個網上嘅報名表，盡快去報名啦，因為我哋嘅早鳥優惠咧就由而家開始啦嚇，去到7月6號之前嘅一個特別嘅時候，大家報名咧係有早鳥優惠，係29蚊加紙嘅，係非常非常之抵，因為大家會有好多好多嘅收穫。係，通常我哋以前喺香港搞呢啲課程咧，簡單一日嘅課咧，起碼都幾千蚊嘅。咁今次因為真係起心動念咧，都係希望咧係造福華人社會，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優惠嘅價錢。我相信大家追求嘅唔係價錢，係價值。咁好期嗯待到時見到大家咧係喺我哋嘅 location 咧，就喺 Richmond 近住 Lansdowne Mall Alexandra Road 附近，好方便嘅，係大家泊車唔會有問題嘅。咁所以7月嗯12、13號到時見。，Yes，thank you。Yes，bye。